這是何生？世人都以為喺港澳呢個地方，只要我何生開一開口，冇女人會拒絕我嘅追求，冇女人會對何家嘅大門不動心。但偏偏有一個女人對我背後嘅千億家產不屑一顧，對伍姨太呢個無數女人爭崩頭嘅位置，只係輕輕一笑，然後轉身離開，就係鄧美雲。當年出面盛傳我要娶佢做伍姨太，報紙頭版日日寫，連行過街市都聽到啲師奶喺度議論紛紛。何生今次遇到對手啦，話鄧美雲唔單止靚，仲要聰明到識飛，豪門富貴固然誘人，但偏偏有人只信自己，而信自己雙手創出嚟嘅天下。喺呢個充滿利益交換嘅世界裏面，鄧美雲嘅故事會令你重新思考尊嚴嘅價值到底有幾重。如果你想繼續聽我講述呢啲被歲月塵封嘅紅顏往事，請你喺聽故事之前點擊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要開啟埋個小立擔，咁你先至唔會錯過每一期豪門秘聞。呢個動作亦都係對我呢個老人家繼續講古仔嘅最大支持。今日我想和大家說說鄭和呢個唯一拒絕過我嘅女人，佢嘅骨氣，佢嘅清醒，點解連我何生都不得不佩服，甚至喺多年之後諗起佢，心裏面都仲係會捧起一隻手指公。講返1982年嗰屆香港小姐選舉，我何生獲邀做評判，嗰年嘅參賽者質素好高，個個都青春貌美，身材出眾。但我坐喺評判席上面，一眼就留意到鄧美雲，佢唔係嗰種咄咄逼人嘅童麗，係一種好舒服、好大方得體嘅靚，五官標緻，笑容親切。但最吸引我嘅唔係佢嘅外表，而係佢對眼。佢企喺台上群裏面，冇嗰種常見嘅緊張或者刻意討好，反而係一種好堅定、好不服輸嘅勁頭，好似喺度同全世界講嘢。我嚟呢度唔係為咗等人打賞，而係要證明自己。嗰種眼神，我見慣咗商場上嘅對手，但好少喺一個20出頭嘅女仔身上見到。當年佢攞咗亞軍，冠軍係梁允瑞，但老實講，賽後全城討論得最多嘅人反而係鄧美雲，因為佢嘅氣質太突出，太與眾不同。我當時已經係一個見過無數美女嘅男人，身邊嘅女伴來來去去，但鄧美雲留俾我嘅印象遠遠超過一般嘅選美佳麗。我隱約覺得呢個女仔將來一定會做出啲唔簡單嘅嘢。佢唔會淨係滿足於做一個掛住港姐名做嘅花瓶。果然佢後嚟嘅發展完全印證咗我嘅眼光。鄧美雲唔甘心淨係做明星，佢好清楚娛樂圈嘅光環有限。今日有人揾你拍戲，聽日可能已經冇人記得你。佢開始將目光放喺房地產上面，喺香港瘋狂炒樓。嗰個年代，香港樓市仲未好似後嚟咁瘋狂險情嘅。但鄧美雲已經睇到歌中嘅潛力，佢唔係亂咁買，而係做好多功課，研究地段，研究周邊發展，研究入市同出市嘅時機。最犀利嘅一次就係1997年金融風暴之前，佢精準咁將手上所有物業高位套現，拎住大把現金離場，避開咗後嚟嘅樓市大跌。呢一仗令佢喺圈內贏得咗樓壇俏收娃嘅稱號，但佢冇停喺度，之後仲將轎物擴展到台灣同內地設投資，
珠寶生意由寶石嘅原石採購到設計、切割、落嵌、零售，佢一手一腳建立咗自己嘅珠寶王國。朕和我何生見過太多有錢人嘅女人，佢哋淨係會使錢買名牌手袋、買鑽石首飾，買完返屋企就收埋喺夾萬，連自己戴過幾次都唔記得。但鄧美雲唔同，佢對寶石嘅認識，對市場嘅觸覺，連我呢個做咗幾十年生意嘅人都覺得驚人。飲先宴係有次我同佢喺一個私人宴會上面傾偈，由深澱嘅紅寶石誤區傾到南非嘅種石切割技術，再傾到內地消費市場嘅升級圖勢。佢講得頭頭是道，數據準確，分析冷靜，完全係一個專業商人嘅架勢，而唔係一個淨係識得打扮嘅明星仔。志和，我當時心裏面係咁諗，呢個女人如果唔係出身平凡，如果佢有我何生嘅起步點，佢嘅成就可能仲會更加驚人。佢嘅智慧，佢嘅眼界，比佢嘅美貌更具殺傷力，因為美貌會隨住歲月流逝，但智慧會隨住時間越來越有價值。就係因為佢咁與別不同，我對佢嘅好感由最初嘅欣賞，慢慢變成咗一種更深嘅傾慕。我開始用我嘅方式向佢示好，我唔會好似對其他女人咁，淨係送花送首飾咁膚淺，因為我知道鄧美雲唔係嗰種女人。而我將我喺珠寶行業嘅頂級資源介紹俾佢，幫佢聯繫一啲國際知名嘅寶石供應商，等佢可以攞到更穩定同更優質嘅貨源。我仲邀請佢參與我旗下一啲同零售相關嘅商業項目，俾佢接觸到更大嘅平台同更多嘅人脈。有一日喺我半山嘅大宅入面，我設咗一個好小型嘅私人聚會，只係邀請咗幾個最親近嘅朋友，鄧美雲係其中一位。嗰晚食完飯，我同佢行出露台，望住維港嘅夜景，海風吹過嚟，我覺得氣氛啱啱好，於是我試探性咁同佢講：美雲，你咁叻咁有本事，不如你入嚟何家幫手，我俾你管理家族嘅一部分產業，你嘅才華唔應該浪費喺外面，你應該企喺更高嘅位置。我講得好含蓄，但以佢嘅聰明，佢一定明白我嘅意思。我係想邀請佢成為何家嘅五姨太，一個可以同我並肩作戰嘅女人，而唔係一個淨係負責生兒育女嘅太太。但佢嘅回應，我一生人都唔會忘記。佢聽完我講嘅說話之後，冇欣喜若狂，冇受寵若驚，甚至連一絲猶豫嘅表情都冇出現過。佢只係靜靜咁望住我，嘴角帶住一抹好淡好淡嘅笑意，然後用好平靜、好堅定嘅語氣同我講：何生，我好感激你咁睇得起我，但係我有句說話想同你講，我很看得起我自己，我不需要去和別人分享同一個老公。何生的家產是何生嘅，我鄧美雲自己就是豪門。嗰一句說話，仔紅，每一個字都好清晰咁傳入我耳中。我當下呆咗，真係呆咗。我何生縱橫商場幾十年，見過唔怕我嘅人，見過想利用我嘅人，見過奉承我嘅人，但從來冇一個女人可以咁平靜、咁自信、咁不卑不亢咁拒絕我，而且拒絕得咁有型、咁有骨氣。和佢嘅眼神入面冇挑縱、冇傲慢，只有一種清清楚楚嘅自我認知。佢知道自己要咩，亦知道自己唔要咩。
佢嘅靈魂係自由嘅，錢根本無法收買。佢嗰一刻，我心裏面湧起嘅情緒好複雜，有啲失落，因為我確實中意佢，有啲震驚其一和，因為佢嘅回應完全出乎我嘅意料，但隨之而來嘅係一種前所未有嘅尊重。我開始明白，只係呢個女人嘅價值觀同我見過嘅所有女人都唔一樣。佢唔需要用婚姻嚟換取財富，唔需要依附任何男人嚟證明自己嘅存在，自己就係一個完整嘅世界。嗰晚之後，我冇再勉強佢，亦冇因為被拒絕而疏遠佢，反而我哋保持咗一種好特別嘅友誼，一種基於互相欣賞嘅君子之交。我繼續留意佢嘅自義發展，睇住佢由一個選美出身嘅女明星，一步一步轉型成為一個獨當一面嘅企業家。佢嘅珠寶生意愈做愈大，喺台灣開分店，喺內地開旗艦店。佢親自參與設計，每一件首飾都融入佢對美嘅理解同對品質嘅執着。佢唔單止賺到錢，仲賺到名聲，賺到行業內嘅認可。佢嘅成功冇靠過任何男人嘅施捨，全部係佢一雙手一對眼搏返嚟。有段時間，我喺報紙上見到佢出席活動嘅相片，佢着住一套簡潔嘅套裝，頸上戴住自己公司出品嘅鑽石鏈，笑容從容，眼神自信，成個人散發出一種由內而外嘅光芒。嗰種光芒比任何豪門闊太身上嘅珠光寶氣更加耀眼。我當時就同身邊嘅人講：和你哋睇下，鄧美雲呢個女人先至係真正嘅贏家。佢贏唔係贏在嫁俾邊個有錢人，而係贏在佢由頭到尾都冇放棄過自己。時至今日，鄧美雲已經係名副其實嘅富豪，佢嘅身家以億計，但佢嘅生活依然優雅而自由。佢做自己中意做嘅事，自己想去嘅地方，見自己想見嘅人，唔使向任何人交代，唔使睇任何人面色。佢活成咗所有人都噤慕嘅樣子，而呢個樣子唔係豪門俾佢嘅，係佢自己一手一腳建立出嚟嘅。我成日都會諗起佢當年同我講嗰句說話，和我很看得起我自己，我鄧美雲自己就是豪門。呢句說話我後來講俾好多後生女聽，我話你哋要記住，呢個女人最大嘅底氣唔係嫁俾邊個有錢佬，而係你自己有幾多本事，有幾多骨氣，豪門嘅身份。對好多女人嚟講係一種誘惑，一種可以一步登天嘅捷徑，但對真正有骨氣嘅女人嚟講，自由同尊嚴嘅價值甚和，遠遠超過任何物質嘅豐盛。我見過太多女人為咗爭一個豪門嘅位置，爭到頭破血流，爭到姐妹反目，爭到抑鬱成病。最後就算入到門，都只係過住一種金絲雀嘅生活，表面風光，內心空虛。但鄧美雲唔同，佢選擇咗一條比較難行嘅路，但呢條路帶俾佢嘅係真正嘅自由同真正嘅尊重。佢嘅故事話俾所有人知，無論男人女人，呢個世界最可靠嘅和永遠都係你自己嘅能力同你嘅尊嚴。我何生活到98歲，回望呢一生，我擁有過無數財富，擁有過無數讚美和擁有過無數段感情，但鄧美雲呢個唯一拒絕過我嘅女人，喺我心裏面佔有一個好特別嘅位置。佢唔係因為我嘅財富
而靠近我，亦唔係因為我嘅權勢而圍穿我。佢只係用一種好平等、好清醒嘅態度，心理同我進行咗一場關於尊嚴嘅對話。佢令我知道，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女人可以抵擋得住千億家產嘅誘惑。真係有女人覺得自己嘅價值唔需要靠一個男人嚟定義。我佩服佢，由始至終都佩服佢。而且呢份佩服隨住年月流逝變得更加深刻，因為當我行到人生嘅終點，我發現所有嘅名利都會隨風而散，所有嘅恩怨都會被時間沖淡，但一個人嘅骨氣，一個人嘅自尊會永遠留喺呢個世界上，成為一個令人難忘嘅故事。暗美雲就係咁樣一個故事，一個關於清醒、關於獨立、關於自我成就嘅故事。今晚我將呢段往事講俾你哋聽，想炫耀我何生曾經追求過幾多個女人，而係想話俾你哋知，每一個人無論你係男係女，無論你有錢冇錢，你都值得擁有尊嚴，你都值得為自己而活。唔好為咗任何利益出賣自己嘅原則，唔好為咗任何人放棄自己嘅夢想。心理學喎，因為到最後你唯一可以帶走嘅唔係銀行戶口嘅數字，而係你對自己嘅一份尊重。我希望你哋聽完鄧美雲嘅故事之後，可以好好諗下你自己嘅人生，你最想追求嘅係咩嘢？係別人口中嘅成功，定係你自己心裏面嘅安寧？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值得你用一生去回答。今晚我請你哋早啲休息，早啲瞓，唔好再為啲無謂嘅事煩惱。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。因為健康嘅身體先至係你追逐一切夢想嘅根本。多謝你哋用寶貴嘅時間聽我講古仔。簽和。如果你中意我呢個老人家嘅真心話，記得俾個讚好，分享俾你關心嘅人，同埋最重要嘅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小立燈，你哋就唔會錯過之後每一期嘅豪門秘聞。我係何生，我哋下期再見，各位保重。